簡約公屋由博路項目嘅派鎖匙工作去到尾聲，居民都陸續搬入去開展新生活。我哋都好開心，總之一句講晒 ，very excellent。上星期六，房屋局副局長戴尚成就去到現場睇入伙情況。好，咁將呢個開心嘅責任交俾你哋。副局長仲陪同其中一戶辦理入伙手續。嚟緊好快搬入嚟咯喎，係嘛？一個月之內，一個月好平嗬20-20蚊一個月，比市區平好多啦。簽租約就已經完成啦，咁你可以過咗去隔離見咗社工先，見完社工喺度排隊再攞鎖匙。歡迎你入住啊！我哋未來咧喺呢一個項目裏面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嘅，咁有啲活動咧就會帶你哋一齊出去元朗區認識下個社區。咁我哋有一個好好分享派文機咧，咁個位置就係喺熊貓超市外牆呢個位嘅，咁對住個巴士小巴站嘅。嗱，咁如果你喺搬遷上面可能有啲工具需要借用啊，即係例如可能係手推車啊、板車啊，亦都有得借嘅。睇下你會唔會有興趣做義工啦？我哋好啊，即刻話好啦，未介紹就好啦。有時間咧，得閒咧，再去嗰度問我哋。係啊，東華三院預備咗少少心意啦，咁都恭喜你入伙啊！大家。咁啊，得係我老豆嘅生日。真係㗎！生日快樂啊！咁條鎖匙交俾你啦，恭喜你！